赖韩国人发明哦，赖也是这个的通讯软体。抖音这个是大陆发明的，国际版的 TikTok， 2017年才有。大陆版的2016年9月就有了，那叫抖音短视频。抖音短视频，大陆版跟国际版的不一样。现在看到有音符的这个是国际版的 WhatsApp Messenger 聊天室，打电话聊天哦，是语音聊天吗？这没有安装，你看，有安装跟没有安装不一样的记号。欧美人士也喜欢用这个绿色的这个 WhatsApp， 外国人交友的，问你有没有装 WhatsApp， 来 Messenger 脸书聊天室 Messenger。YouTube 怎么有翻译做油管呢？奇怪，YouTube 管，U 应该是你啊，怎么是油？沙拉油的油，怎么是油管呢？YouTube 播放网络电视，影片呢？影片频道平台 YouTube Messenger。Facebook 脸书，有安装的大概就是这有做记号了。最后这个绿色的 WeChat 是大陆的微信，大陆的微信呢是聊天交友软体的。美国人呢，美国大陆中国大陆住在美国的他喜欢用那个 WeChat 微信，微小的微信，通信的信，微信不是腾讯哦，叫微信。扫描要用那个叫文字扫描器啊，扫描要用那个文字扫描器。扫描要用文字扫描器的。